先生，好，当欢喜为您服务，请坐。好，我正接受阿爸嘅告知言，而对位先农药嘅问题，我唔知做得同埋人请教好。先生，你做得讲较清楚地位冇？按照我屋卡减咩盐嘅病虫害有较严重地位，请问按样会处理较好呢？了解，病虫害防治嘅相关问题係农业方面嘅业务，係农业局負責嘅。我同劉天花專本農業局嘅同事，請佢同詳細說明，請等一下哦。先生好，小鄉陳，當歡喜為人服務。陳先生好，先生好，你屋企嘅感激鹽係遇到乜嘅類型嘅病蟲害呢？按照烏腎病同先天牛嘅危害當相當，農業局要推薦乜嘅防治效果較好嘅麼？先生問哦。發生嘅時間有幾久誒？受害嘅面積有幾發嘅呢？幾隻個字眼都有呢。係講情況有較嚴重，建議驗視就好先農藥。佢愛先哪種農藥較好呢？相關推薦用藥愛先請到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嘅網站，網站度上有一隻植物保護嘅欄目。杜康就有植物保護手冊本參考哦。地波就有先農藥嘅建議係麼？係啊，告訴病蟲害嘅專區地波有各種告訴相關病蟲害嘅防治方法。唔做得睇文獻地圖來了解，針對無共用病蟲害使用嘅藥劑名稱、用藥方法，還有要注意嘅事項。好啊，佢還有配種管套，做得要更加了解農藥嘅相關知識麼？唔咩做得到日本期嘅農藥店詢問，請店員推薦有效嘅藥劑。我知咧，我哋一下提嘅推廣中央制定嘅農藥減半政策，鼓勵農民少用農藥，病害臨終而發生之前，做得先做預防嘅工作。好，感謝你提供按寶貴嘅建議。唔是謝你，有乜嘅問題，歡迎再來詢問。好啊，謝謝哦。